上新的消息来关心台北市新兴和平天桥，对昨昏半暝啊开始封桥，要准备咧拆。也毋过希望天桥会当留落来的保护团体伫桥骹组织，要主动拆桥。台北市政府是表示，因为安全的考虑，要拆除未来呢，嘛会伫附近设解说牌啊，来介绍天桥、甲天桥的历史，也有在地感情的记忆，拢保存落来。天桥不要拆！天桥不要拆！随着天桥行，夜排加牛布条抗议，唔甘42年的台北新生和平天桥就要拆，呼叫团体19万伫咧桥骹，呼吁市府卖拆。市长蒋万安也唔通变做文化杀手。时至今日呢，我们还是觉得非常的遗憾，就是蒋市府说好的加强沟通这件事情，居民到现在还没有等到。台北市文化局第19公告，新增和平天桥无文化资产记录的占列，自19到30封桥，并且用暗时11点到过灯工6点车较少的时阵施工，伫大型拆除机构建资料，呼叫团体正不满，讲予政府督促。那他从我们开始真正知道他要拆桥，然后我们很愿意跟他沟通，到现在短其实不到2个礼拜。拆除工程正式开始，也过呼叫团体讲，施工现场无安全围篱、无安全带，真侪项目拢违反职安法。施工处也无人伫咧现场监工，会提出检举。也过要支持拆桥的民众到现场，因讲天桥若是拆掉，骑脚踏车会较安全。在有时候桥墩视线的阻挡下，就是它可能会压缩到一点点自行车跟行人的空间。我虽然感谢之后天桥，然后常经过之后天桥，但是我是支持拆除的一方。台北市交通局讲，因为天桥使用年限已经超过，不加上有耐进度的问题，因为安全的考虑就系拆掉。11个时阵，把几路边开说明会，加各界加强沟通，以后路口会重新定位正确，以人为本的道路环境。包括了交通局长也曾经到现场跟民团来做过说明。那新工处的施工说明会也曾经来跟民众做说明跟沟通。台北市工务局讲，会伫咧大安森林公园入口的所在采解说牌，介绍新生和平天桥的历史，加情感的记忆，拢保存落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